呢啲氣場係咪好犀利啊？其實氣場係可以自己練翻嚟，日日做少少，能量就自然越嚟越強。氣場唔只係外表咁簡單，其實係你每日嘅諗法、感受同埋行為嘅總和。當你處喺高頻率嘅狀態，好人同埋事自然會行埋嚟。如果成日都自我懷疑、情緒低落，反而會吸引咗啲阻力同埋混亂添。只要你肯有意識咁累積自信，穩定自己嘅能量頻率，身邊啲令你攰嘅人、事同埋物，慢慢都會自動咁樣遠離。宇宙會安排更適合你頻率嘅人同埋事俾你。記住，由內升級，氣場自然會由外散發，人生都會越走越順。想知道點樣建立大氣場？留言氣場，我 send 3大關鍵俾你。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朋友，等我哋一齊見勁啲氣場啦！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